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明白圣诞带给我们的启示，带给我们的盼望、喜乐跟平安。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加福音2章1到14节，常常被欣赏为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是诗歌的题材，激发了无数的灵感，产生了多彩多姿的圣诞传统。譬如说马槽，13世纪的圣方济，他就在教堂做马槽，然后把牛跟驴牵来，使贫苦的人家可以亲自体验有马槽传统的圣诞。所以教会每一年都用马槽捐来特别关顾那些社会中的弱势者或者社会的边缘人士。那天使的歌唱就感动好多人来写圣诞诗歌，使圣诞平添了许多的欢乐气氛。那牧童去朝拜了圣婴以后，传报这个好消息，那就开始教会有了报佳音的传统。那这些传统之后，我们其实要用3段经文来了解这篇福音的正确的意义。首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9章1到7节。以赛亚书9章1到7节，这短短的7节，其实是庆祝新王登基的感恩诗歌。这短短的7节，却涵盖了700多年的历史。我们前面的以赛亚书第8章，是先知对犹大提到你们要以以色列国为鉴戒，然后呢，就预言了7章14节，那个王族的后裔以马内利要带来和平的统治。然后9章1到6节呢，就宣告这一位王就要来临了。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百姓会看到一道大光，然后消除他们的黑暗痛苦，充满着光明跟喜乐。然后呢，这位君王一定会出现，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一定要成就这事。好，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分成3段。第一个是一道浩光出现，那个北国以色列，因为他们过去种种的罪恶，这个国家就陷入了战争跟压迫、痛苦跟威胁当中。他们在公元前721年就被亚述灭了，然后人民被放逐到亚述跟巴比伦，所以他们就成为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而且是行在死荫中的人。他们受亚述帝国的凌虐，亚述帝国把这一些人，因为他们掳全世界的人都很有奴性，唯独以色列人没有奴性，他就愤怒，亚述人就在每一个人身上，犹太人每一个身上带着什么？带着枷锁。那我们的和本把它翻作好，带枷锁，然后肩上呢扛着横木，然后背后呢用短棍不断的打那个小腿。这是亚述帝国对他们待遇，所以他们很痛苦。尽管如此，上帝却要重建将来，人民会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有大光照耀他们，然后这个大光要引导他们使他们不再受战争侵害，然后能够自由的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撒种、播种、收割。那这一道浩光会出现。好，连那个当时最被看不起的，因为那个异族屡次占领的加利利，那个地方就是拿弗他利跟西布伦，那是北国那个以色列北国的那2个地方，他们被轻视、被藐视，他们也会得着荣耀。好，这是圣经的预告。然后呢，预告这道浩光一出现，他们的命运就大逆转。好，第3节说：“你使这国繁多，加增他们的
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的那样。他说：你们现在北国真的被灭了，而且好惨，每一个人带着枷锁、架的横木送到异国去，然后强迫跟外族人结婚，所以北国是10个民族没有了，从此历史上就找不到。然后呢，那个又把外族的人强迫住在耶路撒冷，又强迫通婚啊，所以他们的人数非常的稀少。结果圣经上预言说，你们的命运要大逆转，上帝忠信的子民要获得救恩，而且要繁衍的众多，而且充满着喜乐感恩，好像那个收割的那样子，分乳物的那样。亚述帝国压迫他们。那个我们的和本翻作重恶，其实那个是枷锁。枷锁台湾人听懂吗？叫做压给啦，压给啦。然后肩上压着横木，横木是重担，然后压迫他们的打他们的短棍，上帝一个一个都把它折断。然后呢，就带来凯旋，很像当年他们在米甸被米甸人压迫一样。那是指的士师时代，以色列人被米甸压迫到喘不过气来，当时有个基甸，他率领了300个勇士，借着上帝所赐的力量，从敌人的压迫中得解放。那是记载在士师记第7章16节到25节。他说：过去你们在米甸怎么受羞辱，你们现在在亚述帝国也同样的羞辱。然后呢，上帝兴起了基甸怎么救他们，然后呢，上帝要兴起一位救主，也要这样救你们。所以那时候你们会经历了重新被解放的喜乐。那些战争的用品，就战士在穿的盔甲，然后呢滚在血液中的衣服，那浴血的衣服都要烧掉，当作火柴。那为什么会做这样子呢？他就预言了，因为有一个新生王要产生，这个新生王要救你们。那个新生王是浩光，是个大光，那新生儿就会出现。好，以赛亚就预言了，就9章6节，因有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预报了从大卫王室的后裔会生一位婴儿，那是上帝决定的新生王，所以是希望的标志。然后呢，政权担在他肩上，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人肩上担的是亚述的横木，然后头上是个枷锁，而这一位有一个人要替你们承担这一切，所以他要肩负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带领以色列人开展崭新的世代。所以他这个新生王要带给你们上帝莫大的恩典，他的智慧如所罗门，他的勇敢如大卫，他虔诚像摩西。而且呢，这一位新生的王有不同的名号。以赛亚他是王族的人，所以以赛亚他所认识的任何王都没有人有那么多名号，可见这个就是将来的弥赛亚。好，他是一个奇妙测试，他要成为一个勇敢的奇妙的模式，蛮有智慧以及知识的灵。这个就很像在箴言第8章所说的，那是指着上帝创造世界的起头，就向人显明的那个知识的灵。那我们就要箴言第8章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的那个 logos。 所以这个君王不再需要模式，智者模式，他本身就是上帝的智慧跟谋略。好，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意思是他是个救恩的大英雄。我们基督教传耶稣都把耶稣传成很懦弱的人，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对不对？人家偷他的外衣，连内衣内裤都给人家，都被人家笑。可是希伯来书第2章他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大元帅，他是我们救恩的先锋，是英雄。他为我们开拓一条路，替我们尝了死味，敢为我们死，又从死里复活，并且把
人类因为犯罪失去的尊贵荣耀的冠冕重新夺回，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信耶稣的人应该是充满着尊荣。彼得也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知道全世界所有文明古国最伟大的是君王吗？还有一个祭司。可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这一位救恩的大元帅，他要带领我们。这是以赛亚所说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好，再过来，他是永在的父，这一位要把天父上帝的爱带进来，使我们像慈物般的统治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得到真正的依靠，而不再活在恐惧的当中。他也是和平的君王，他要把人的生命洁净，使人不要再自怜自爱、自我催逼、自我贬义，跟自己和好，使人与人之间也和好，不要再彼此的仇恨跟敌视。更重要的是，因为人跟上帝和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预言在旧约里面任何王都不成立，唯独在伯利恒的夜里，先知预言的真的成真，又合乎又切合时宜。那位肩负王权的是个婴孩，是上帝永恒的道，是上帝所生的儿子，是出自上帝的上帝，出自光明的光明，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所以要展开这世界的新的王权。很特殊的是说，上帝那伟大的全能，竟然却如此的卑微的，在一个软弱的婴儿身上展现出来。他在人世间，把那些自以为骄傲自大的人面前，却显出上帝真正的坚强。他超越了人间与上帝的距离，因为上帝亲自降卑，真正的下凡入世，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位。为了吸引我们到他那里去，他真的是以马内利。所以以赛亚就预言了耶稣基督这一些现象。所以我们因着期待耶稣的降临，我们充满的喜乐。如今因为耶稣已经来临，我们的喜乐加倍，叫做乐上加乐。欢欣喜乐就会除去我们心中的怀疑。有一些人不肯相信，因为他坚持只有理性，而他这个人找不到真理。真的人生只有理性吗？有一个人他就不用理性，他说妈妈说我爱你，我为你流眼泪，他就把妈妈的眼泪就装下来去做化学分析，他发现里面有 NaCl 跟 H2O， 没有爱。然后看到学校的工友也扫地流眼泪，他也把它装下来，结果呢一分析也是 NaCl 就 H2O， 他说这里面哪有爱？这个人生里面难道只有理性吗？上帝的恩典。还有一些人活在冷漠当中，因为害怕给予，害怕施予爱。求主帮助我们。圣婴是人真正的爱跟慰藉，使我们不再恐惧，不再忧愁。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他把圣婴交在我们手中，期望我们得到我们的爱，他也把平安注入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应当喜悦的祷告说，主啊，请你贯彻你的应许，折断凶恶的棒棍，拆掉我身上的枷锁以及我的重恶，让那些沾满血迹的时代终结掉吧。上帝啊，实现你的应许。因为以赛亚书9章7节说，平安是无限的。我们感谢主，这件事情实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更重要的是，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也在一方面感恩而喜乐的迎接，一方面也是充满着盼望的期待。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经课，提多书2章11到14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一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跟和平的君王，我们要过着跟这个救恩相称的生活。领受了以赛亚书预言未来的理想君王的诞生，圣保罗更直接宣布圣子降生成人的奥秘。在提多书里面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过圣善的生活呢？提多书2章11节说，因为上帝为众人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那个保罗在这里提到2个字，一个字叫恩典，一个叫显明出来。这2个的希腊文都是指着君王的作为。恩典是指着君王的垂青，显明出来是指着君王的灵性。所以他把耶稣基督的降生认为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也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显现。然后呢，这样的能力会带给我们什么呢？在我们基督徒心中注入了生命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活像基督的生命。所以圣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活出来呢？他讲消极的，请看12节，他叫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好，那以赛亚书第1章劝勉以色列人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可是呢，保罗就把这个阻止作恶跟学习行善的动力，跟耶稣基督的降临整个连接在一起。所以他要我们抛弃这过去分词，指着在洗礼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些不敬虔的心、对上帝错误的了解、跟世俗的情欲、对世界的爱慕，全然抛弃。所以我们每次洗礼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第一个叫做弃绝魔鬼礼，就是你要在上帝面前宣告，你要弃绝魔鬼和魔鬼的作为，就是对上帝错误的理解、事实的情欲这些抛弃，放弃这些邪恶行为，脱离卑贱而获得自由。那什么是世俗的情欲呢？那个东方教父屈梭多摩他说，我们不能带进天堂的，将来会跟这世界化为乌有的事，那就是情欲。人如果全心全力只聚焦在眼前，而不能留到永恒的事，其实人是非常的近视。事实的情欲也是包括那些我们不能让上帝看见的事。所以我们不是外在的生活，也包括内在的生活，都随时让上帝鉴察。好，现在讲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说，要在今世自守、公义跟敬虔度日。他讲这3方面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见证。第一个，自守是自律，那是对自己；公义是公正的对待人；敬虔度日是对上帝。我们基督徒有3个面向。好，自守过纪律。其实全世界所有成就的人，几乎都是非常有纪律的，真的。那个不是康德而已，那个犹太人，尤其我到德国，德国的纪律是超级可怕的纪律，真的。我也以为法国人很浪漫，才知道法国人真的规规矩矩，好有纪律。我以为他们所谓浪漫就随便，什么都随便。你吃法国大餐一样，看他每一道菜出来随便不随便，一点都不随便。那个纪律使我们基督徒生活能够超诸在己的，我们能够控制这一切。我在读那个箴言14章第10节那10章第10节说，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换句话说，我是我情绪的主人，我不是我情绪的奴才。我的心情会喜乐跟会忧伤，是我对事情的解读，不是事情本身。这个好特殊啊！所以犹太人说我会苦楚，是我自己自甘堕落，把我的心情呢自己委身到我就是要死下去，这样了解吗？他说我会喜乐，跟外人无干。可是我们从小都被教导什么？从众人格。你一生气，你惹妈妈生气了，对不对？你惹爸爸生气了，你惹我生气了，大家都不喜欢你，一大堆。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仰人鼻息，看人脸色，然后随时踩到别人的地雷，然后这样才不会白目。
活得很辛苦。那圣经上要我们治所的意思就是，我的标准是圣灵在我里面约束我，我遵守神的正道，而过着一个上帝轨道中的治所。好，第二个公义，公义是公正的待人。我从神领受了恩典，我就以恩待人；我从神领受了爱，我就以爱还爱对待人。所以公义不是指着对别人非常刻薄。我们上礼拜在解释那个约瑟的故事就知道了，对不对？约瑟是为人网开一面，然后把那个恩典放在前面。敬虔度日是对上帝，我们活在这世上是上帝的殿，圣灵的殿，上帝的殿随时在那里，我们不沾染世俗。好，当保罗从消极面讲到积极面以后，他的目标是等候盼望所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上帝跟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治所公义敬虔，你不要以为从此以后就花香长漫、天色长蓝，一路走都是绿灯，人生都成功立就啊，不可能啦！你敬虔度日的人跟行公义治所的人在这世上是少数而且常常要吃苦了，同意吗？真的啦！所以他说，真正的福气不是在今生而已的，不是那个成功神学的，是指着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耶稣基督那时候福气更好，因为万王之王、万子之主就要临到。好，最后14节讲到说，救恩的大纲，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那个保罗所有的书信都先讲救恩，讲神学，再讲那个伦理，而唯独提多书呢，是把伦理摆在前面，最后才讲到原委救恩。好，你知道耶稣基督的诞生、十字架上的受难，带来我们救恩，而且并且要我们为救恩委身，所以叫我们脱离了刑罚、犯罪的不法力量，然后呢，洁净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空间跟时间里面过着一个完全的生活。这个很特殊，所以他说特作这个希腊文就是上帝预先保留我们。那个原本是在皇帝他在跟他打仗得胜以后，他把那个战利品保留一部分归给自己，其他的全部都送给跟他出死入生的那些军人们。好，今天这个恩典就是上帝特别保留我们做什么？去行善，继续行善，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请问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代是对罪恶、对罪人非常严厉，但对罪恶所软的世界，同意吗？真的，对罪人赶尽杀绝，对罪恶呢，绝对手软，网开一面。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培养那个真正的公义，寻求实践上帝的旨意。所以，为这个冷酷无情的冷漠文化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要充满了怜悯心、同情心、慈悲，每日从祈祷汲取养分，然后我们来效法基督，过着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这就是刚才提多书所教导我们的。好，第三个，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诞生在伯利恒，这个我们都很熟，几乎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一直在听。然后我们今天要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好像是一个画廊？它每一个廊走到每一个廊，就有个景，就有个图。所以呢，它有4个幕。第一幕是1到3节，第二幕是4到5节，第三幕是6到8节，第四幕是9到12节。他今天第5幕是天军的13到14节，所以他就带领我们看5幅图画。那这幅图画的第一幅图画是1到3节，罗马帝国各回本乡去登记户口。这很特殊的福音书里面提到路加的童年史。首先要让我们知道的，那个圣诞不是个故事，不是个童话故事，
更不是神话故事，是历史性跟有真实感的。因为有时代，居里里有做叙利亚的总督，有历史人物，凯撒奥古斯都有事件，那时候全世界全罗马帝国户口普查，所以路加把耶稣的降生呢放在一个凯撒下令全帝国户口普查，这对穷人来说是要征税啊，对困苦的人来说是要把男丁纳入罗马的军队啊，所以蛮辛苦的，就放在这个时空里面。而玛利亚跟约瑟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当中必须打点上路的，他们要回到他们的祖籍的地方去报户口，这是这个背景。好，我们再来看，你有没有发现，该撒奥古斯都他的立场，他要向希腊罗马的世界宣示他无上的主权。我要点名，我要户口普查，我要征税。这个外邦君王其实只不过是成就上帝的计划当中一个棋子而已。那耶稣基督就在那时候降生。好，我们来看第2幕4到5节，玛利亚跟约瑟也到伯利恒去登记。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奥古斯都的谕旨刚好就把约瑟跟玛利亚带回到伯利恒？这好特殊啊，因为他们是拿撒勒人，然后住在拿撒勒，可是他们的祖籍在伯利恒。而旧约弥迦书第5章第2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生，而伯利恒是大卫的祖籍，所以先知这样弥赛亚这样预言，结果呢，他们就成就了。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距离了80英里，大概可能差不多150公里。然后他们就走路就要离回去，那就是上帝借着这件事情成就。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是个历史的主，是个掌权的主。好，然后呢，玛利亚的孩子就生在马槽里。我们来看第3幕6到8节，玛利亚产期到了，就在伯利恒野外的山洞生了头胎的男儿。我以前都以为客店没有地方，所以玛利亚她生产是在客店里面的一个马厩，在那里生下头胎的儿子。其实不是，我到以色列，到那个到伯利恒去才知道，不是啊。然后我在查考圣经，不是，是因为伯利恒是一个农村呐，它不是一个都会啊，没有客店啊。那时候的人是每个家庭很敞开，把自己的家能够接待几个人就接待几个人呐，是这样子的。那当时还没有专业，还有没有那个旅馆呐，对不对？也没有 7 啊，根本没有啊，这是都没有。所以怎么呢？所以玛利亚跟她的丈夫怎么办？就爬到伯利恒更高的山。我到伯利恒才知道，那更高的山。然后呢，在山里面去找山洞。因为那个山洞呢，就是牧羊人为了躲避风雪的时候进去里面藏身之处，然后里面有一个那个印羊的羊的那个巢那里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圣地，你说发现，哎呀，原来在山洞里，我以为是客店里面的一个地方，不是。好，你有没有发现，就因那个威吓炎炎，借着雷霆闪电、龙云密布来显示他的临在，而以色列人就怕得要死，吓得要命，不敢走近，所以请摩西呢代替他们面对上帝。而因着耶稣的来临，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威严的形象换成一个温馨的记号？上帝成为一个可爱无助的婴孩。你知道我们人人都喜欢亲近婴孩，总想张手去抱他，而且我们不会害怕婴儿会对我们伤害，对不对？婴儿会激发起我们潜在人心里面的爱。所以《倚天屠龙记》有一个叫谢逊嘛，对不对？这个人实在很逊，乱杀人，
但是看到张无忌这个婴孩的时候呢，他里面潜藏的那个慈悲心就出来了，都得到医治。好，圣婴耶稣也具备了救赎的力量，因为爱使人离开罪恶，爱使人离开了仇恨跟敌视。玛利亚所生的第一个所胎生的男孩，那个头胎的儿子，你们知道吗？新教都把它解释成说，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以后他生了2胎、3胎、4胎、5胎、6胎，了解吗？所以玛利亚没有终身这是基督教对这个经文的解释啊。天主教就解释成玛利亚是终身是贞洁啦。这两个都偏了。来，注意下来，圣经上说的长子头胎的男儿，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尊荣的头衔。出埃及记第4章22节，你知道吗？上帝称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是上帝所拣选的，有独特的尊严，是上帝所爱的。初代教会称他为长子，生了长子，他对耶稣有一个新的深度的认识，因为先前预言在以色列的身上，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希伯来书称耶稣为长子，肯定他是旧约里面所预备的那个救恩，上帝差遣来到世上的长子。头胎的儿子以特别的方式专属于上帝，所以路加就把耶稣就叙述了耶稣呢，在1月1号就下礼拜把他献在圣殿。所以传统的教会是把12月25号定作圣诞节，当然东方教会不是，东方教会是1月6号。可是西方教会定在圣诞节的时候，那元旦呢是耶稣圣名节，耶稣取名受割礼，并且带到圣殿献上圣殿的。所以基督教有婴儿洗，也有婴儿奉献礼，就是这个原因。那天主教因为后来中世纪又加了一大堆，所以加了玛利亚是无原罪，然后玛利亚升天，所以才会把元旦改为玛利亚的节日了。其实原本不是啊。好，长子是特别属于上帝的，要被献祭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这位所生者以独特的方式应验他的命运。他把他的人性把人类全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是祭司。祭司是代表人来到上帝面前献祭，然后耶稣基督就献上自己为祭。所以从来所有的祭司都献牛羊为祭品，而耶稣基督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为祭品，然后使我们跟上帝和好，并且团契，使上帝成为我们一切中的一切。所以圣保罗在哥罗西跟以弗所更深入的探讨耶稣是长子，所以耶稣是所有受造中的所生的，不是所造的所生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人类真正的原型，上帝借着他成为人，他是上帝和人真正的形象，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效法基督，活出基督是这样的形象。然后呢，耶稣基督也是什么？是死里复活的所生者，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他摧毁了死亡的高墙，他吞灭了死亡，开启了永生，使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真正的意思是这里啦，这样了解哈。所以这让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就说哇，感谢主。玛利亚把她的所生子用布包起来，在马槽里那一刻，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跟主耶稣祷告说：主耶稣啊，愿你在众弟兄姐妹中成为所生者，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真正的情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你那样的荣美，那样的爱。感谢你把我们带入你的大家庭里面，使我们成为上帝家中的众儿女。好，我们看第四幕。第四幕，上帝的天使向牧羊人宣报，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群独特的牧羊人？请问，天国里面的圣子亲自降临，结果这么简朴，不像世俗的君王。哇！他的宣布王子的诞生，上流社会大肆庆祝。我们有一个政治人物，他的金孙呐、生下来的时候，你知道花多少钱吗？蛋糕300万而已。啊，布置多少钱吗？布置100万。啊，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因为那个帮布置的是我以前在台北的教会的会友，他说我跟他布置而已，就100万，他一点都不手软就出来。但是请他那个921什么，请他捐钱的话，他捐20万，你了解吗？蛋糕就300万呢，怎么吃啊？我们昨晚那么多，有花到那些钱吗？连零头都没有，是这样子啊。可是耶稣呢，却没有做这么派对，没有，非常简朴的，在穷人的当中，而且这些牧羊人也很特殊。你知道吗？这些所签差派宣报佳音的这些牧羊人，其实是当时这社会里面最卑微的人啊。主耶稣所发生的一切，就在颠覆了凯撒大帝的整个国家的帝国的价值观。而这群独特的牧羊人，在圣殿晨昏献祭，他都献上一只无瑕疵的羔羊。这些无瑕疵的羔羊能够供应。他们放在哪里？就放在伯利恒啊。所以这些牧羊人就是专门看守跟饲养这些羊群的。而这些羊群呢，是首批看到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的。这是好优美的那个故事里面背后的那个。所以传喜讯的时候说，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个马槽也让人家误解哈，那个马槽，我们教会有今年做马槽，那个好美的马槽哈，好感人。那个耶稣放在马槽里，那个马槽是什么？那个因为我们现在不生长在乡下，我是生长乡下哈，那个猪槽哦，你知道饲料一带下去，所有猪都过来，全部猪仔都过来，然后呢，那我就用脚在踢那个特别大只的，就把它踢走，因为它就不让小只的吃，每个都跑过来。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动物很自然的会过来找食物，连动物都知道哪里觅食，何况是人呢？耶稣放到马槽里，就呼吁人前来，在马槽那里寻找永生的食粮，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天粮，就是生命的食粮。那个真正意思在这里。好，最后一个，天君的颂赞。当时犹太人生下来的时候，会找邻近的乐师，然后在桌子的周围唱诗，然后吹笛哦，让那全部都在报喜啦。耶稣在马槽里的这种自然的仪式没办法举行了，因为他家乡在拿撒勒嘛，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结果好奇妙，天上的音乐，天上的乐手、音乐家。取代了地上的乐手，而且天使为耶稣所献的诗歌，在人间难得几回闻呐！所以记载那个天军天兵的颂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上帝，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一首诗歌是很美的歌，你有没有发现是来自上帝的音乐？邀请被上帝所爱的人来唱歌喜乐。圣奥古斯丁说什么？他说：“唱诗歌是蒙爱的人所从事的工作。”那个马丁路德认为，唱诗是加倍的祷告，所以我们这时候能够加入。所以我们欢迎也拜托大家了，在新的年度里面加入诗班因为你在预尝天上的美味，了解吗？虽然我们诗班指挥很严厉，但是呢，那是美好的。真的加入诗班是很有福气的，我实在很想加入了，但是我真的五音不全。我以前在唱诗的时候呢，我左边右边都被人家用手镯戳。他说：“启峰，不要那么大声了。”我说：“干嘛了？”他说：“你是天使呢。”我说：“什么叫天使？哪有这一步？要么就天哪，就灭死。”他说：“你一会儿天哪，一会儿灭死，要唱那么大声，我们每个人都被你拉过去第5步。”希望大家
只要你不要像我这种阴忙的人哦，欢迎你们大家加入诗班呐。我们教会如果聚会到150人哦，我们的诗班至少要30人才称得上场面呢。如果万一明年的圣诞节我们教会到了250人呢，我们诗班起码要50个人呢。我们呼吁大家加入诗班好不好？尽可能加入诗班，因为你在预尝天国的美味，你将天地天使与人连接在一起。那个诗歌还有哦，请大家注意哦，诗班是在扮演什么角色？先知的角色，因为你们唱出上帝的真理，也是祭司的角色，带领弟兄姐妹进入敬拜。而且唱诗也是把神的恩赐运用出来，成为神百般恩赐的管家，是君王的角色。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给我们路加这5章圣诞的画面，从城镇到野外，从地上到天上，从牧羊人到天使，再来到天父。主啊，这么美的美景，恩待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去宣扬这样的真理，我们也能够活出这个真理。让我们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